是什么样的活动让人如此认真投入？双手不停地缠绕着橡皮筋，每个人的脸上眉飞色舞的表情充满趣味。所以呢，石头 BB 弹都可以排列式呢，像这样子的排列式呢，或是呢点缀式都 OK。植物染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利用植物萃取的染液来制作相关的布料的染色。植物染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利用自然植物的细枝花叶，经过萃取、捆绑、煮染、拆解，洗净晾干后，让布料展现天然的缤纷色彩。我有看过那种客家布，其实都很有个性，而且没有一条是一样的，因为手做嘛，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很期待自己做出来是什么样子。透过 DIY 的过程当中，让游客看到客家人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透过很多自然的东西来制作属于他自己生活的必需品，体验的过程当中认识相关不同的族群的文化，我想这是在 DIY 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在 DIY 之前，所有的东西可得准备妥当，做事有计划，小细节不马虎，这就是刘青松的坚持。位于凤林客家文物馆旁的植物染工坊，原本只是烟楼旧模型建筑，在地方人士的努力下，摇身一变，成为植物染创意及研发中心。我想，当然每一个产品，你赋予它一个文化的背景，赋予它一个故事，在所有伙伴的不同思考模式下，互相冲撞，让这些产品它的背后有许多丰富的故事，就是在这里。上课喽！做事有计划，做事有计划，做事有计划。